台中北区的东兴市场昨暝11点外着火，有20个单位700平拢全部烧了了。消防局是出动70外个人，到今仔透早才把火拍花。若其中有2个住户受伤，家在无性命危险。若着火原因也搁爱调查。大火是一路烧到巷仔口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紧补水线来降温。找到半暝11点多，台中北区的东兴市啊5义街边的大街啊，熊熊着火烧，因为现场拢是熬着火物件，搁搭铁皮，火是真紧就摊开，搁不时传出爆炸。现场民众虽然有先摕灭火器来救，不过已经未赴。头厝安那咧放烟火的声咧啊，嘣嘣嘣，就是咧人咧放烟火咧啊，出来看火就足大啊，消防车落来啊。因为它只市场，市场一开始到场的时候，它就左右两边的一些摊位都已经起火燃烧，本局就全力在做抢救。消防局是调动几个分队，76个人到场拍火，一直到7:10透早才把火拍花。统计有2个人受伤，超过20个大件受伤。市场虽然正常有咧开市，不过将近50担无水无电，生意歹做。有的大头家是前一暗才对火场内底走出来，到呾也是心惊惊。是有烧焦的味道，没有看到我，反正都是整条马路都一点，整片都是火海。从里面烧起来这样子。对啊，今天因为我们这边摆摊，所以今天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做生意的，因为它所有的水跟电都没有办法流动到我们这边来。受到影响的打工，上无1礼拜无才调，搁做生意，损失惨重。即马只好先甲库存拍续买。也若其他的是讲，市场暗时啊，有人咧做生意，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火灾，搁要等待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